細個時候睇卡通片咧，有啲角色真係雌雄難辨嘅，比如《幽遊白書》入邊嘅壯馬啦，《四驅兄弟》入邊嘅土方靈，《亂馬2分之一》入邊嘅亂馬等等。不過呢啲角色之中啊，最令我印象深刻嘅，當然要數《聖鬥士星矢》入邊嘅阿信，因為好長一段時間入邊咧，我都好中意呢個咁可愛嘅女仔，佢一出場就令到揼一聲啊，現場觀眾不斷歡呼，成個 Super Idol 咁款，連對手都勸佢去做明星算鬼數。唔好做聖鬥士啦，做演員拍戲娛樂下觀眾吧啦。有信嘅綠色長髮，精緻嘅五官，輕盈嘅身體，最緊要嘅係佢守護嘅星座叫仙女座啊！哇，仙女座喎，一聽個名我就會聯想到嗰啲不食人間煙火喺天上飛嘅嗰啲靚女姐姐啊！再加上佢件聖衣係粉紅色嘅，成件聖衣上邊仲有個好突出嘅 bra。嗰陣時雖然我仲係個小學雞，但係小新都教曉咗我呢樣嘢係女人先着噶嘛。所以齋睇出場嘅呢一段，我就好自然咁認為阿信係一個典型嘅女戰士，又或者話根本就冇諗過阿信嘅性別問題。而且嗰時候嘅卡通片或者一啲超級戰隊嘅特攝片呢，通常一 team 人入邊肯定有個女噶嘛。五小強入邊其他4位都 man 到冇人有，相對而言呢，阿信就顯得好有女人味。嗱，講開又講啊，阿信平時擺 pose 嘅時候呢，好中意夾住隻大髀嘅喎。喺我印象入邊啊，中意咁做嘅呢，除咗女人，就只有小新扮女人嘅時候。除咗外形上嘅原因，阿信嘅性格亦都令我覺得佢係一個十足嘅女人。佢非常之多愁善感，喐唔喐就要喊。如果你要揾一揮，你只需要打喊阿信就得噶啦，因為阿信一喊呢，佢大腦就會即刻出現。就係你恰阿信係嘛？死啦！即使大個咗之後啊，好多時候阿信同人哋打交呢，佢都唔忍心傷害人哋。哇，果然係善良的仙女啊！比如佢出場嘅第一次戰鬥，面對住好勝心極強、一心想喺女神面前攞彩嘅邪武，佢就一直唔肯出手，淨係擺出咗個防守陣型。邪武每次進攻都會被鎖鏈打到七彩咁，真係冇陰功咯！打又打唔到人哋，人哋又唔打佢，晾佢喺嗰度，聽阿信好似唐僧咁喺度廢噏。收死啦阿信！邪武，不如我哋唔好打交啦！一時得你嘅，邪武你冇事啊嘛？今日天氣預報話會落雨，你出門嘅時候有冇收衫啊？阿信，我求你殺咗我啦！可能有人會講，你唔俾人哋性格乸啲噶，都有道理嘅。但如果你聽咗當年無線嘅配音，你就唔會咁問啦。而我就完全唔係為咗誠意，我參戰係想我哥哥翻嚟會開心啲。你唔好眨眼啊！黑仙女，睇清楚星雲鎖鏈嘅威力啦！仲有啊，睇下你點樣施法啊！咩話？係你令到我發嬲成咁嘅，你自己攞嚟衰啊！睇住，睇下星雲鎖鏈點犀利啊！哎呀！冇錯啊，當年嘅無線配音，阿信把聲係用女人嚟配噶，配音員叫歐瑞華，大家最熟悉佢配過嘅角色，應該係大雄嘅媽媽。咪喺度咯，自己又唔穩啊！哎呀，部電視機啱啱壞咗喎。所以阿信呢把聲呢，的而且確令到我啊相信阿信係一個女仔嚟嘅。而且呢，後嚟我喺廣州電視台啊睇國語版嘅聖鬥士，佢嘅配音一樣係用女聲。啊，怎麼全碎了？星雲旋風！最搞笑嘅係國語版嘅配音啊，阿信俾人打嘅時候啊，啲叫聲仲特別你哋自己聽啦。衰仔，叫咗你唔好睇啲唔健康嘅卡通片噶啦，即刻同我熄咗電視去。其實當年無線配音部呢，肯定係知道阿信係個男仔嚟嘅，因為我記得有一集啊，人物之間嘅對話有提及到呢，阿信係一輝嘅細佬。乜係你啊？既然佢係一輝隊長嘅細佬，唔好咁樣對佢啦。What？ 細佬唔係妹妹咩？當時我以為我聽錯咗。不過無線揾歐瑞華嚟配阿信把聲呢，我一睇翻轉頭又十分之理解噃，因為呢把聲喺女聲之中呢，稍為偏中性少少，用嚟配阿信嗰種中性美啊，都可以接受嘅。咁其他電視台係咪唔知道阿信係男仔呢？嗱，事實證明啊，佢哋都係知道嘅噃。一輝，當時他是為了維護弟弟，代替他去死亡皇后島受訓的。但係點解佢哋仲係用女聲嚟配阿信把聲呢？我覺得最大嘅可能係佢哋考慮到觀眾嘅接受度問題。畢竟阿信咁柔美嘅外形，用男仔把聲呢，觀眾未必能夠接受。喺呢方面啊，日文嘅配音呢就比較原汁原味。佢哋用嘅係龍珠入邊比特把聲啊。ジャブ、おかしいとは思わないか？この戦いが。當年嘅小朋友有啲睇得認真嘅就已經知道阿信係有病嘅。
而睇得唔認真或者漏咗幾集嗰啲呢，比如我啊，仲係懵盛盛嘅。不過阿信係男仔呢件事呢，喺班入邊已經開始流傳。本來我都唔想理嘅，但係耐唔住有啲百厭啲嘅同學仔呢，仲特登過嚟同我講：你女神係何必㗎？對於我嚟講啊，我係接受唔到咯，因為從我睇《聖鬥士》開始，我都係好中意阿信噶嘛。前提係佢係個女仔嘅話，直到後嚟我睇《黃金十二宮》嘅時候，入邊嘅一個情節先令我100%放心。阿信的確係個女仔嚟嘅。熟悉《聖鬥士》嘅肯定都知道我要講邊一 part，冇錯就係阿信救冰河嗰度。成個過程，阿信展現出嚟嘅嗰種肢體動作，完全係一個女人會做嘅嘢。當年我仲一度以為啊，阿信同冰河其實係一 pair。雖然唔知道官方點解會撮合佢哋埋一齊，而且咧仲有少少兒童不宜嘅觀感，但相對比之下咧，如果你同我講阿信同冰河攬到實一實，仲爭啲嘴對嘴，其實咧係兩件麻甩佬喺度取暖啫，我就覺得更加不可思議咯。或者話對於當時仲係小朋友嘅觀眾嚟講，就更加兒童不宜咯。嗱，既然都係男上加男啦，如果係星矢嚟救冰河，個畫風會唔會咁噶啦？Honey，我嚟救你啦，攬實我啊！反正當年我記得呢一集之後呢，大家都以為阿信變咗阿冰河條女啊，所以啊，我認為阿信係男仔呢件事呢，肯定係亂噏24嘅。但無奈呢，同學仔仲攞出咗鐵一般嘅證據，最終令到我冇聲出啊！冇錯，證據就係《聖鬥士》嘅漫畫書，因為漫畫入邊白紙黑字寫得好清楚，女聖鬥士呢係要戴面具嘅。你戴唔戴瓜都冇所謂啊，但面具係一定要戴嘅。比如天鷹座嘅魔靈、蛇夫座嘅剎那，佢哋都係有戴面具嘅。而阿信呢，係從嚟未戴過㗎。喺鐵一般嘅事實面前，我傷心流淚。我嘅阿信啊，你點解無啦啦多咗啲嘢出嚟嘅？以前嘅我比較淳樸啦，換轉係依家。我啱啊，你揸住。喂！雖然好無奈啊，但作者既係咁樣設定嘅，作為讀者亦都只能被動接受啦。不過我喺網上睇到一種講法，就係本身呢，車田正美的確係將阿信作為女性角色嚟寫嘅。但係如果按照書中嘅設定啊，阿信就必須長時間戴住面具，佢自己又覺得咁樣怪怪地，所以就索性將阿信改成男仔。其實聖鬥士入邊啊，除咗阿信，仲有唔少嘅男性角色呢，都好有女性氣質嘅。最典型嘅就係蜥蜴座嘅密斯迪、雙魚座嘅阿波羅迪等等啦。可能有人會問，點解車田正美要將阿信、米斯迪呢啲角色呢畫得咁似女仔呢？嗱，其實唔係作者特登咁做，而係漫畫本身呢就參考咗希臘神話嘅背景。希臘神話入邊呢，本身都有好多生得好似女人嘅美少年，比如納西索斯，佢嘅容貌甚至比好多女神仲要出眾。所以阿信佢哋嘅柔美長相，其實係對希臘神話入邊美少年呢種形象嘅還原。另外亦都有一種講法，就係80年代日本興起一股婦女文化嘅潮流，好多女讀者呢都中意睇呢單美情節。漫畫社為咗迎合呢種潮流，亦都要求旗下嘅漫畫作品呢往呢個方向靠攏。呢種講法我冇認真考究過係咪真嘅，有知道嘅朋友不妨喺留言區講下。最有意思嘅係2017年嘅時候呢 Netflix 出品嘅劇場版《聖鬥士星矢黃道十二宮戰士》，竟然破天荒咁將阿信嘅性別改成咗女性，結果引發咗大量網友嘅口誅筆伐。畢竟阿信作為聖鬥士星矢入邊嘅經典角色呢，男仔嘅設定已經深入民心啦嘛，呢個時候出嚟咁樣改呢，肯定係俾人屌爆嘅。但係對於我嚟講都幾好啊，阿信係女仔嘅設定一直係我小時候嘅夢想，但大個咗之後，講真冇所謂啦。阿信嘅人格魅力早就蓋過咗性別本身，佢溫柔又堅強，從不退縮，次次都係企喺最前面守護同伴，呢種外柔內剛嘅感覺呢，先至係等人哋記住佢嘅地方。OK， 本期節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呢，希望你可以點個 like，或者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